拥有乙级按摩技术士证照，以按摩为生的陈柏玉，有感于成长过程中受许多人帮助，因此发愿当志工回馈社会。这次是他取得志工资格后的第一场服务，特别来到台南市志推中心进行按摩不求人课程，开启了他的志工之路。我们按风补穴的时候，我们想象就是这个力道是往印堂的方向过去，就像力道会往这个方向过来。我们就是透过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肩颈、肩背的部分，比较基础的部分，让大家都平常就是比较累的时候，可以互相帮我们的朋友啊，或自己或亲戚、家人累的时候，也帮忙互相舒缓，不用说是今天好累哦，已经很晚了，还要出去外面找人家按摩，变成说在家也可以帮家人的人做舒缓。回顾童年，陈柏玉出生在一个有先天性青光眼的家庭，小时候双眼正常，直到12岁开始发病，先是右眼看不见，24岁时双眼全盲，但他并没有因此被打倒，仍然乐观上进。我们家族蛮多人因为青光眼就看不见，那我是12岁就发病了。那我到高中的时候右眼看不见，那到左眼完全看不见是24岁的时候。那我们家族青光眼，像我们家族就有6、7个人是完全看不见的。当初我想要来做志工，其实我一开始看不见也是不止家人还有很多的像我们老师啊，或者是一些朋友都在鼓励我，也都会来。刚学出来手法没那么好嘛，他们也都会来关心我，然后让我做练习。而且到现在工作比较稳定，是受到蛮多人帮助的。然后是因为之前受过别人帮助，想说现在要来回馈大家，回馈社会一下。因为我能做的部分，其实我没办法开车看不见，但是我按摩是我的专长，说透过了专长来回馈给社会这样子。在得知陈柏玉想当志工的心愿后，台南市志推中心特别为柏玉安排线上课程，协助他听课及训练。柏玉最后也顺利取得志工资格。我们的陈柏玉志工他本人是视障者，可是他本来也一直想要当志工。那视障者要当志工是很困难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就社会局跟我们这个中心呢，来协助他，帮他做圆梦帮他完成这个志工的训练，让他取得志工的资格。那今天安排他呢，今天是免费的当志工的这个身份来教更多的志工们一起怎么样舒压按摩的一个部分可以靠按摩自立为生，陈柏玉感恩一路走来家人、同学、老师、朋友的帮忙，现在终于能够换他帮助别人。他说，未来公益活动中按摩不收费，也会持续配合志推中心举办按摩不求人课程，用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